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我係一位言語治療師。根據研究咧，早產嘅 BB 咧，佢哋出現語言落後風險嘅機會咧，係會比足月嘅 BB 高出1到11倍。而最近咧，本地大學嘅一個科研團隊就研發出一種測試，俾0到2歲嘅小朋友。呢個測試嘅結果可以準確咁樣預測得到小朋友嘅語言發育會係正常，定係有好大嘅機會出現落後。團隊咧亦都發現，當我哋能夠提早為有落後風險嘅小朋友進行治療，小朋友就能夠以最快嘅速度追趕去同齡人嘅水平。如果你都對呢一項嘅測試有興趣，或者係想了解到底作為家長可以點樣同小朋友進行互動，令到佢哋盡快開口，都歡迎你喺4月26號禮拜日2點鐘嚟到 Dream Impact 出席我哋嘅講座。